提前整咗一個6寸巴斯克蛋糕慶祝我老公24歲生日。首先我哋準備好240克室溫 cream cheese， 加入50克糖粉，用普通白糖亦都可以。然之後將佢攪勻，將糖同埋 cream cheese 攪拌到完全融合為止。之後再加入170克嘅奶油，攪均勻之後我哋就加入雞蛋。雞蛋我哋逐隻咁加，攪均勻之後再加另外一隻。最後加粟米澱粉10克，將粟米澱粉攪均勻之後，我哋就將佢過下篩，咁樣就會更加絲滑。最後我哋將佢倒入6寸模具入邊，用力燉佢2下，放入焗爐450度華氏度25分鐘。焗好之後，我哋將佢攤凍之後放入雪櫃度過夜。第2日我哋將佢響雪櫃度攞出嚟，簡單咁裝飾一下。一家人簡單咁慶祝，唔需要華麗嘅場地同埋好昂貴嘅蛋糕，只要一家人齊整，健康開心就夠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Papa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仔仔好唔好食啊？超級好食，超級好食添嘛！好味係嘛？你食唔食啊？食。